立法院3读通过恢复公投白大选，公投案公告成立了后，3个月至6个月内要办投票。这段时间若拄好有全国性的选举，就要办伫咧同一天。 投票所排到落长，阁有人拿排队投票，哪用手机看开票。2018年9合1选举，迄当阵10个公投案做伙投票，造成选务的乱象。立法院2019年修法，互公投和大选脱钩，固定每2年一摆。但是今年823+3N1的公投，同意票高达74%，落尾嘛是无过关。民众党团阁提公投法23条的修正案，互公投白大选阁一摆回归。公民投票法。 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。从民主进步党执政以后，把公投跟大选分开来以后，请问有哪一次的公投是顺利可以成功的？在那北党团的主导之下，公投法修正案21在立法院3读通过，明定主管机关应该在公投案公告成立了后的3个月开始到6个月内举行公投。期间内若是有全国性的选举，应该要共一天来举行。民进党团是阁提修正动议，公投前一天嘛应该休假，让公民有准备的时间，但落尾是让南北好决。现在蓝白委员的席次比较多，硬要通过会通过，选务不堪负荷。 到时候造成的混乱，谁要负责任呢？当来看公投法的历程，在公投大选脱钩的第一摆投票，2021年4案逆势相转，反来伫公投白大选，天然气的接收站爱离开海草大的公投拢无过关。2022年18岁公民权的公投嘛无过，但伫搁较早公投白大选的时期，2018年的10案公投，包括反空污、非民法保障工程做伙生活、废止电业法规划加园条文等7案通过，当然证明等3案无过。投票率的多寡。 其实跟绑不绑公投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看以往的这个资料，议题的被关注度的高低，才会决定真正的投票率的高低了。对公投白大选搁一摆开放，中选会回应讲，会审慎积极来研究选务规划，依法办理选务，维持选务运作安定和顺利。相关预算的编列嘛，会照往例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